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有冇諗過咧去澳洲讀書或者 working holiday？你會唔會有時會覺得好 confused？係咁多個州啦 ，New South Wales、Victoria、Queensland、WA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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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咁到底邊一度咧係最啱自己？咁今日咧呢條片我就會幫你一次過比較下8個州同領地，講下佢哋各地嘅天氣啦、生活成本啦、就業機會、文化同埋環境，亦都會講下每個州嘅死穴，等你咧知道邊一個州最啱你啦。第一個州 New South Wales， 咁個首府咧就係 Sydney 啦，悉尼。咁講起澳洲咧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咧就諗起 Sydney 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澳洲最大嘅城市，金融啦、科技啦、建築、醫療行業咧都非常之發達嘅，生活節奏亦都好快，好適合揾工。咁個優點呢度咧就係城市配套好成熟啦，有海灘，有高樓大廈，氣候溫和。華人嘅社區亦都好大嘅，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，亦都好多國際航班嘅，咁適合咧初嚟到埗移民又或者國際學生啦。咁但係呢度嘅缺點咧就係悉尼咧係全澳洲樓價最貴嘅，生活成本最高嘅城市之一啦，租金、交通費，甚至買杯咖啡咧都貴過人嘅，而且交通咧亦都非常之塞車啦。如果你揸車咧就要有心理準備啦。第二站 Victoria 維多利亞州。咁呢個首府咧就係墨爾本 Melbourne， 咁墨爾本咧就係澳洲嘅文化之都啦，無論係藝術啊、音樂、時裝、文青嘅氛圍咧都係爆燈嘅，亦都係多次評為咧全球最適合移居嘅城市。咁生活節奏咧相對起 Sydney 咧就慢少少啦，咁適合一啲追求生活質素嘅人。公共交通方便啦，特別係適合讀書，而且佢亦都有幾間咧非常之好嘅大學。但係個缺點咧就係佢哋嘅天氣超級反常，一日有4季都唔誇張嘅，冬天又凍又濕，日日都陰天啦。唔少人咧話搬咗嚟之後咧情緒都低落咗少少，而且租屋市場咧都唔係平嘅，特別係咧近市區嘅地段。第三啦就係昆士蘭州 Queensland， 咁佢呢度嘅首府咧就係布里斯班 Brisbane。咁布里斯班咧就係陽光之都啦，咁全年咧都有超過280日嘅陽光，非常之適合戶外活動啦。唔少香港人都好中意搬過嚟呢度生活啦，包括我在外。咁節奏慢啲，生活輕鬆啲嘅。呢度住嘅優點咧，樓價咧相對係親民少少啦，天氣好啦，生活壓力咧係冇咁大嘅。譬如喺黃金海岸啊、陽光與海灘咧就好適合家庭又或者退休人士嚟住嘅。咁但係呢度嘅缺點咧就係夏天真係又熱又潮濕，有時咧最熱咧可能去到40度嘅，而且呢度嘅就業市場咧就集中喺醫療啦、教育啦、旅遊方面，其他嘅專業工種咧就比較少啲啦個就業市場。第4個州 WA 西澳洲，咁個首府咧就係珀斯 Perth。咁珀斯咧雖然喺地理方面咧就偏離澳洲嘅東岸啦，不過生活指數咧就低啲嘅。風景亦都好靚，啱咧非常中意寧靜生活嘅人嘅。咁嗰度嘅優點咧就係海邊城市啦，沙灘好靚啦，生活成本相對都平啲嘅，亦都好多 mining 嘅 industry 啦，人工亦都好高嘅。咁日照時間亦都長，成日都有陽光。咁但係咧個缺點就係咧佢離其他嘅城市太遠啦，飛去 Sydney、Melbourne 呢啲咧全部要幾個鐘嘅，起碼4-5個鐘。咁加上咧公共交通咧係冇咁發達啦，生活節奏咧係比較慢，娛樂選擇亦都少。咁通常都係以風景為主。第5個就係南澳洲啦 ，South Australia。咁佢哋嘅首府咧就係 Adelaide 亞德萊德。咁亞德萊德咧係學生之都嚟嘅，差唔多。咁亞德萊德咧，佢哋係叫做學生之城啦，生活節奏比較慢，物價低，好適合讀書啦同埋家庭嘅。咁生活休閒少少，而且佢哋好出名咧係佢哋嘅酒莊。咁嗰度嘅優點咧就係物價低啦，咁屋價亦都平啲嘅，交通咧冇咁擠塞啦，教育醫療都有質素嘅。咁南澳政府咧亦都好積極咧去吸引移民啦，咁佢比起其他州咧就更加易攞 visa 嘅。咁個缺點咧就係就業市場比較細啦，比起 Sydney、Melbourne 呢啲咧就冇咁多機會噶啦，同埋佢哋嘅娛樂咧就比較少啦。如果中意夜生活嗰啲人咧就可能會覺得比較悶，咁都係適合家庭為主啦。最後一個州，第6個州就係塔斯曼尼亞州 Tasmania， 咁佢嘅首府咧就係 Hobart 荷伯特。咁咧 Tasmania 咧係澳洲最南部嘅州啦，咁主打咧係原始自然啦、寧靜生活啦、超級多山啊湖啊、
waterfall 啊、森林啊、空氣、水質全部都好好嘅。咁佢哋嘅優點咧就係生活成本低啦，自然環境係超靚嘅。咁適合咧中意大自然啦或者鄉郊生活嘅人，非常適合一啲人咧想放慢腳步、退休或者去一啲遠嘅地方工作。咁佢哋嘅缺點咧就係佢哋嘅經濟產業單一啦，就業選擇少，天氣咧亦都好凍嘅，冬天好長，同埋交通咧係冇咁方便。咁搭飛機去澳洲其他地方咧都有時要轉機，咁所以有時都好唔方便嘅。但係去嗰度咧亦都可以睇到雪啦，亦都可以滑雪嘅。咁嚟緊之後講第7同第8嗰個咧就係領地嚟嘅 territories。咁第7站啦，首都領地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ies。咁佢嘅首府咧就係 Canberra 崔培拉。咁 Canberra 咧就係澳洲嘅首都，但係唔會好似你想象中咁繁華，但係佢係一個規劃得好好啦、綠化高啦、教育資源豐富嘅地方。咁呢度嘅優點咧就係政府工多啦，平均收入都高啲，犯罪率低啲啦，教育質素高啦，好多精英嘅中學咧都集中喺 ACT 嘅，即係 Canberra 附近。咁生活節奏咧亦都唔快啦，適合讀書同埋帶小朋友成長。但係呢度嘅缺點咧就係文化娛樂選擇唔太多啦，係一個相對悶嘅城市，冬天亦都好凍嘅，朝頭早亦都會結霜添。咁仲有啦，地理位置咧就會比較偏遠少少啦，好多地方都要搭車嘅。咁第8站啦，最後啦就係北領地 Northern Territory。咁佢嘅首府咧就係 Darwin 達爾文。咁如果你真係想揾一個完全唔同風格嘅澳洲生活去體驗咧，Northern Territories 咧可能就係你嘅冒險地帶啦。咁嗰度咧人口少啦，天氣熱啦，亦都靠近亞洲嘅。咁優點住喺嗰度咧就係自然嘅資源咧比較豐富啦，就業選擇雖然少，但係咧職場咧亦都需求大嘅，特別係醫療、工程、公共服務等等，生活壓力細啲啦，樓價亦都低啲嘅。但係嗰度嘅缺點咧就係天氣長期都好炎熱啦，濕氣重。娛樂活動唔算太多啦，相比起其他城市，咁同埋距離其他澳洲主要嘅大城市比較遠，咁有啲人會覺得生活咧就有少少與世隔絕嘅。咁講咗咁耐啦，每個州份都有自己嘅獨特之處啦，同時咧亦都有佢哋嘅優點缺點。最緊要咧就係睇你自己想要啲咩啦，揾工、生活成本、教育，定係日日都想睇到藍天白雲，唔使逼車咧？咁你又覺得邊個地方最吸引你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又或者想睇更加多我嘅片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